对日本名古屋起家的连锁咖啡品牌克美多咖啡，正在北台湾积极来拓展。现在因也进军南台湾，第一站就选择台南小北仔，开设了湘北地区以外的第一间门市。这间小北仔店也是现在占地上大、店内座位上侪，同时也是唯一有亲子外拓空间的门市。伊也将要伫27号盛大来开幕。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面积的总坪数超过130坪，这对我们台湾的克美多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店面。那另外第二个 number one 就是说，它的总座位数高达117席。那我想，因为目前我们在双北地区的不管是直营店或者是加盟店最高大概差不多是在100出头左右。那它也是我们全省坐席数最多的一个分店。那另外就是说，它现在目前也是我们全台唯一一个在店内有设置一个亲子阅览区这样的一个分店。我想这是一个对亲子客群来讲非常友善的一个店面。因为看好台南的市场，认为台南的民众对着日本品牌的接受度较悬，加上有适合的加盟者，所以也选择跳过中部甲其他的地区，选择台南。因为今年度我们克美多品牌的一个整个布局大概会着重在台湾的6都。那目前在台北、新北还有桃园，我们大概都已经有开到直营店。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在台中、台南跟高雄这3个城市。那因为刚好就是说我们有观察过，也有做过评估，其实我们认为台南人可能对于这种日系的品牌跟接受度其实是蛮高的，然后再加上说我们有比较优质的一个认同理念的加盟主，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先从台南这边，我们看好它来做第一站这样。记者会当天，市长王伟哲甲李伟陈廷辉也拢亲自出席。市长除了品尝店内的餐点，也肯定业者选择台南，相信对因未来拓展其他的地区会有真大的帮助。直接跳过台中、高雄，直接来台南，显然台南一定有一些元素值得克美多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没错，台南的市民朋友们嘴巴很挑那能够经过市民朋友的考验，那一定是这个打遍南邦里都没有敌手的在我们整个小北商圈，说真的，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店面、不同的商机，然后一起注入我们这个小北商圈的活水因为无同款的这个行业无同款的经营力量，可以吸引不同的客户、不同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就会有聚集。所以很感谢我们王董事长，然后这样的一个发想，然后结合我们克美多这个连锁企业，然后这有品质保证连锁企业就是有品质保证。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所以这种会使体验国外风情的店家也备受欢迎。业者除了欢迎民众来用餐，同时也强调因的空间规划也拢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我想可能在没有办法出国到日本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来到克美多就好像到这个日本名古屋，可能大部分的客人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我们也非常欢迎的。那我想在这种疫情的时代，因为我们克美多本身它就是一个像这样可以看得到都是卡座，然后有一个安全距离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想客人来这边都可以很安心的一个享受用餐跟喝咖啡的一个体验。克美多咖啡小北仔店内空间运用大型的钟楼、甲舒适的碰椅、甲装饰，打造优美的用餐环境。同时，克美多咖啡上知名的就是伫早顿的时间，到店内买一杯饮料，就送一份厚片吐司。这个特色伫台南嘛是袂使欠缺的。加上小北仔店周边好停车，相信未来也会成为这个地区民众上喜爱的店家之一。业者也强调，接下来因也会持续伫台南其他地区来开店，请市民搁等一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